呢度係正佳廣場7樓嘅正佳雨林生態植物園。呢隻就叫巨嘴鳥啦，咁佢真係好大隻，佢嘴好大。呢度有800幾種唔同種類嘅動植物嘅，有彩鳳啦，母子雞啦，孔雀啦，蛇啊，兔仔、野豬、天竺鼠、羊。呢啲就係羊啦，好大就臭味嘅，唔係好多隻，冇好似嗰啲農莊咁樣咁多，唔係好多人餵，有個擔啦。呢隻就係烏夢，好細隻，但係會咬嘅。嗱，呢隻咧就係喜馬拉雅旱蘭啦，俗稱咧就叫土撥鼠。呢啲就係浣熊啊！啲電視咧，你成日見到佢哋偷嘅，但係啲浣熊我覺得好得意，好似小熊貓咁樣。知唔知？因為佢哋食水果為主嘅，呢啲田鼠咧就幾得意啊！我哋可以幾等緊佢哋觀察到呢啲，我哋香港都冇可能嘅，差唔多冇可能見到嘅動物，好特別呢度真係。佢哋成壽命咧，通常野生嘅壽命係20年嘅，人工飼養咧就可以達到40至36年。最記錄佢哋生存得最耐咧係36到37年咧，佢都幾長壽嘅，可以見到佢哋。呢度都有動物會出嚟同啲人互動嘅，好似呢啲水豚啊，即係 capybara 啦，可以俾大家餵佢哋食嘢，摸佢哋。咁水豚點樣分男女呢？咁主要咧就係睇鼻哥上面嗰個氣味線啦。公水豚嘅線體咧就會大啲同埋突出啲嘅。咁乸水豚嘅就比較平嘅。大家可以睇下佢嘅介紹。咁呢隻就係刺蝟啦。佢哋啲刺其實唔尖，好似毛咁樣。如果佢驚嘅話，佢啲刺就會豎起嚟防禦。香港都有養嘅啫，但而家我哋就帶大家去參觀荔灣博物館。荔灣博物館係一座以收藏陳列、研究同宣傳荔灣歷史變化、風俗為主嘅博物館，都係廣東省第一間區級博物館。博物館係以嶺南特色嘅庭院、西式別墅嘅建築同埋石上菲傭構成咗獨特嘅景緻。展館裏面通過文字資料、圖片同埋實物，展示咗荔灣區嘅歷史文化同埋發展軌跡，重溫昔日西關嘅風土民族、特色藝術同埋繁盛商業。呢度就係嗰時出嫁嘅服飾。咁呢度咧就係西關小姐嘅瞓覺嘅地方啦。呢度就係嗰時嘅商店，咁俗稱雜貨店。貨品咧就乜都有嘅，真係乜都有。
上至貴價物品，下至就係糧油雜貨，咁佢全部都可以買到嘅。第二日我哋就去咗參觀廣州塔。廣州塔係一座以觀光旅遊為主，具有廣播電視發射、文化娛樂同城市窗口功能嘅電波塔。我哋上到108樓，就會去到第一個觀景平台啦。廣州塔係僅次於東京晴空塔嘅世界第2高塔。咁跟住要搭另一部電梯，再上樓梯，話要行好多路啊！嚟到搭頂最高嘅一個圓形露天觀景平台，仲可以搭世界上最高嘅環向摩天輪。咁因為太多人排隊搭摩天輪啦，所以我哋最後都冇玩到。仲有一個收費嘅跳樓機俾大家玩嘅。呢度可以睇到成個廣州嘅景，但今日因為大霧啊，所以大家可以見到白蒙蒙一片。廣州塔會喺夜晚開燈，出咗顏色，好多人都喺呢度打卡嘅。今日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撳埋下面嘅鐘仔，拜拜。